下。是。儿敬爹娘一杯。在家园中将遇上，开胃茶饮心花放，为受永居天冷冷，心满意足无三行。夫人，女儿是看看你娃一阵仗，上面匹配是一郎。相思是苦叶朝天常牵挂，苦心孤儿写东崖上，须有那才貌双全乖娃子，才能够家贫中写句望女儿，你生苦对啊！爹娘提前把婚事讲，许得我满面表看来张。
可是回来。何事？实在要风吹过我那弟弟手上有胎，得来要报金枪要付天。啊，王儿我儿，快去给你刘氏兄弟取喜来。哎，三奶奶，三奶奶，三奶奶，是大嫂，生意这儿可真回来。找我儿何事？长爸请坐。要奉家务东王催到，差点把我也压到了。少不得有请生意这儿带我操劳修理呀。哦，这大哥回来了。母亲，大哥，大哥回来了，大哥回来了，你回来了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大哥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长爸，母亲，儿啊，你可回来了？大家早日要风之后，特来找你。是啊，母亲，现在我如遇要风，就口上无声惊叹，当下休息一阵。母亲，请看。瞧，这颗大包子顶着不少银两。是啊，长爸，你看。仔细当时回过房，谁家千金玉扎嘴，既然要怪长着谁，却为我官府保育名字哎，像那妖怪魔法李爷，难道我等百姓就剩那妖孽为不成吗？哎，刘师兄你说的对呀，母亲。自从那妖孽为上灭岁，本来是风来涌去无止境，今夕得谁在见功法坛中，须称罪，须记为官，即定罪。我儿之意，孩儿我要是富裕是不爱，恳求母亲接应于这一定你要三思。母亲。听罢我儿一番话，倒叫我有在心里喜才回，有的是撒家带的旨意嘛，只要难了安与为，喜的是我儿见你自用为，不负老身常教诲。母亲，也罢，我儿既然有他子，为娘我岂能从中多做哎？多谢母亲。我儿稍等。来，石大哥，我来敬你一杯一张银觞。一生不有少情，一杯水去暖胸心。为民子爱多争痛，但愿你以我开钱为家门。但愿子需要银，早得平安回来。多谢言语。
儿啊，母亲，这是我家祖传金代良苦，你多把他带在身边，为难之事，以作傍身之用。多谢母亲。兄长，家中一起，全仗兄长一人了。众位乡亲，咱也就此去也。百姓们听着，大王夫君自失忠良，王爷愿出重赏，无论军民人等，有人皆为君子，赏银7两。赏银1两，你请武器在早为骏马7两为骏马。有知君之下落，通风报信者，赏银8两，得此小玉。皆为君子，赏银1000两。年轻武器在，早为骏马。早为骏马。对，我是关照着你，同去之要。好日你把钥匙，能供应上一盘肉。好日你早不成，便休息，通风报信，也与共。你到底答应不答应？你要是不答应，这就是劫死洞。哎呀，眼里为兄受得你好苦啊！兄长为何过来？为兄放心不下，但你国内也好相助一臂之力。多谢兄长而已，不过此人多有风险，还望兄长委屈才是。哎，眼里你是到哪里去了？想当年，王文履落在山里，玉蒙府多亏眼的去我命。今日里眼的长你去只要夫妻来，本案如是谁门庭啊。既然兄长真要去，为兄一定要去。好，走吧。走。
公子，请你用茶，你这小妖快快离开。公子，想快送进，这婚事我是死不从，这岂不爸爸断送性命？这性命嘛，有道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卷。他凭一四句家忙，三生四女力气好，这样女子令人敬。我不免就生四句彻底郎。君子，我救你出动，你救我出动，救你出动，你不骗我，我骗你做人，是话当真，当真，当真。不再姐姐，请你快快接我出动去吧。你答应我一件大事，什么大事？答应忙要的婚事。哼！因此夜来闹凶吵，记录其中君子草。花言巧语我不听，我育儿不发俱来吵。君子啊，请你息怒，听端讲。你错怪我一片好心肠，答应婚事本是积极中灵话语文章。你当我是哪一个？你我俩造女是一样，我本请你把土心修身养性在三纲，哈忙趁我不办事，惩罚金手堂上，惩罚金手。害得我一身法力难施作，哈风动来比女大。待我与你思想。要发正确的想，是非有开此手的牙齿，现在何此？在忙要身边，倘若穷子能加以答应忙要的婚事，这我实是害怕。不用害怕，待我报与忙要知道。君子他已经答应了。
我是死不从。血迹在此消失，兄长，得小里下去。这兄长，眼里还是为兄下去。兄长，得小里下去。
就是家父。哦，原来是高君子。你怎能到此？蒙有一柄勇弹打死了。啊！杜相公，真是恩同在上，没此不罢。君子，杀要自害，你不容日，君子不必挂齿。各位本宫，真姓大名，夫居如此。我命杀你，家居马鞍山下，君子是非九流之地，请随我出动去吧。是。哎呦，君子为何？我失了血线一张，行动不便。哦，小仙原来是君子之物。恩公，昨晚路遇妖妇，我在狱中当下休息一仗，这是不在身边，出动之后是当梦吧。恩公对他恩大德，真是我粉身碎骨，难以报答了。君子何必这里报恩二字？哦，君子，请随我出动去吧。此次与老恩公了。
有？还有什么原因？你找心跳难开口，只好将那儿女进退一旁丢。沙漠安公不想吃。君子我愿为安公，愿为安公，共济州。我听马也来，细雨绵绵，只为花草生。夜雨为我草丛生，须洒洒倾心相许，今生为我与爱人你愿子真相看，彼知他真是可意恩公。君子啊！做梦君子来受气，杀你关节在内心，真来是君子好比青来贵，杀你当里家道平，青来应有带凤配，不是来凤只因。
橘子，王恩本是官万子，九州落魄受贫穷，是一番什梦王以来最亲定能够从正门庭要做王中。儿啊，你是何得救的？哎呀，爹娘那要进江儿困我进，把本不愿比于亲。孩儿不从军，一死
什么？你讲什么？一讲他的姓名他家子那里叫无名字？他家是在山洼马鞍上，啥年就是他的名。啥年7病7岁。哪位壮士尚在门外等候？快快告成贤良文人，重谢于他。那壮士说上月要问是名人千岁。要问，多谢千岁，此次小民丢蛋告错了，杀长事不必多礼。启禀千岁，小民尚未通过性命，千岁怎知小民的性命？本外来听小女所言。请问杀长是先下如此，朱局长为马鞍山下，领正领堂而好。家父家母早已去世。哦，杀长是无以为生，实来掌柜当你为生。哦，大理为生。小民在云中当下修写一阵，得来精神千岁。来，快快送与君子，也好让他喜欢。是。这张是在看陈英雄，义勇上阵领人进，君子安顺为王府，咱乃是天公能送千岁心，全部归属总相许。往事让你当高恩，千岁从年神难高，但望我一情早迎。文万岁爷必有心，来人在。齐苦尽罪齐良心，且慢，小民比君往轻松。莫非是原将他的表问题，其实是当虚空皆行表。草药王娘名声，杀张氏雄松其人为大志，莫非是愿为朝廷立功勋？杀于之意苦在也，本万物听将高官先其实小民不是参饮，只因为榜文上在赵子明，既为君子有重赏，稍无其身可怜因。小民望真就有心，望千岁不以君子一言听。王府之事，其民艰苦比，杀张氏既然家中无人，不妨暂在府中治下。是小婿，是
只是小民看在王爷千岁。十壮士暂到东厢书房自下。多谢千岁，多谢千岁。君子非动自一句，一无因心却无有。兄长，兄长，王。难道是所谓万语要无归？难道是君子上中须几句？难道是兄长身上玉梦夫？难道是败了君子一线罪？我想到哪里去了？兄长与我生同胞，岂为无端将我对？看杀月笔才东去，笔读上瓦难将水。多谢恩公，你是何人？因我在此受难。我本把土西，受难在东京，啥能开法术，救你从今天？谁能开此法术？是非有忙要的也是不可。你看，真是此吧？待我与你打开。千女百里齐所望，生死相抢万众伤。上州回来清风起。飘飘插动风哎呀，不好了！李阔，孙先生少了一颗宝珠。宝子常在，你快快起来，等我将它奉上。这倒不必，此刻上章。上章。臣啊，你看，这绣线宛如从前一样的好看呢。是啊。千岁女少许许，龙凤宝宝喜四品。想不到，思绪不大，将
三观无实，王府里上上下下，谁都不是这样说的。我不爱听。陈郎倒有件要紧的事，想告诉君子，你不爱听啊，那就算了。哎，陈郎，陈郎，你要说的是什么事啊？喏，还不是为了杀英雄这件事嘛，君子。杀英雄故岁好人品，风姿翩翩杀人情。他不但是个哑巴，理查的英雄好，只怕王死。什么？师傅在也，人说吧。杀英雄人品好不好？你是怎么会知道的？像他那样英雄，哪会不好呢？君子，他送你为夫，你是看得清楚的了。哎，宫中好乃分的英雄勇貌看不清，只觉他义勇上进真可敬，他自顾自在老在一路之上，你还没看清楚啊？像我策动之时，早已三昏过去，黄昏之间已到王府。哪怕什么？等你们洞房花烛的时候，你可看过狗啊？看你，哎，君子你，哎呀，哎呀，君子，请的君子王爷上楼来了。快快出言。是。弟弟，女儿，弟弟，请坐。你也坐下。谢弟弟。儿啊，你修行惊恐，不知今日精神可好？清晨起来，精神倒是好的。是此神好。儿啊，从今往后，你好好在修楼养息，无事不要下楼。千岁，有杀英雄在，他是啊，想杀英雄时啊，救命恩人，弟弟离开。杀将士只要有功，离开军事贵宾，这是弟弟。儿啊。从前上月无门下，暮日到来家光。为我一事无其事，终生只要孝四方。借尽中伤理应当，悔不该。我也请去骏马郎。弟弟，吾儿放心。三十日，王府早有飞亲宴，也得要龙凤相配，门无当。杀将士在身并肩无名榜，正与我锦绣门的一来。弟弟，啥啥是英雄该死上京，
此法？哎，我儿乃是金枝玉叶之体，叫为吾又是何舍得呀？啥仗是自用上进，也是可敬可佩的。啊，是此说来，我儿倒是自己愿意的了。弟弟我，趁啦，你先下去。是。女儿尚有一事，是禀明弟弟。我儿快快讲来。弟弟呀，在洞中找木那二家上身，咱英雄娶了你娶他终身，快比夫难相报。报子，归国之分，怎能轻易相认？愿终身奉祭祖，许下婚姻。不该是此草率重视。我儿年幼无知，莫非是他强拒于你的？不，杀英雄十分示众，再三推脱。哦，既是此，昨日他得报之之事，为何这是非的？这只怕是儿女私情，难与弟弟明言。报子，怎么？哎呀，小婿，小命忙于护送君子回来，只怕在路上失落了。啊，失落了！正来这报子，乃小女心爱之文。这，待小命，些许信来就是，信来就是。是你怎么掉下山野里去？那君子呢？哎，眼里呀，刚将君子拉扯动，我听得声声呼啸尽身旁，唯恐君子有意外，先送为父面朝阳。先送君子里应当，强迫给家母来盼望，送了君子到。
来时遇见有人心情慌，深深不管把夜路长。我借等天明赶得来，邀请炎帝来月亮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炎帝不信，为兄可以代天明旨。王本身有违逆之心，将来定遭断头之罪。兄长何必如此？你我一同回家去吧。好。炎帝，你是怎样出动的？洞中小兵来派，也有那把土仙子救我出动。何人杀了盲妖？不杀盲妖，怎能出动？是啊，是啊。炎帝，君子出动之意昏迷不醒，你是怎样交付于他的？哦，出动之前，君子并未昏迷，我与同工牵护着他，一步一步摸索着走到同门。你们讲过话了？话倒是讲过几句，在这里面还哦。可是看清君子面貌。哦，炎帝，天是君子，稍生你可保之。倒有此事。可否让为兄见识见识？好，兄长拿去看吧。真好，保此。炎帝，你看那是什么？莫非你金木之徒的把土仙子？真是小心恩公啊！恩公你英雄盖世杀少金，银牙让你人尽尽，但须知世道崎岖多艰辛，要将那人心善恶来分辨。从今后家风机遇要留意。是，杀你记下了。恩公娘，你切记良你不能免。多谢先机。史大哥，刘师爷的。史大哥，你回来了？到么呢？是啊，刘师爷的，我正要为你，我叫王明为我上书。哦，到么时还去王府找你？难道你未曾见到吗？到高王府找我，嗯，也未归。是啊。等我先去王府寻找。
将军，稍时见到宰相王大人，他就是你来日的宗师。小婿记下就是了。如今王爷千岁，小民的母亲现在王府为人为家，你来寻找。来找你的母亲。你是无人，小民心上明你。杀你！大胆刁民，岂敢与群马同命？啊，王恩，原来是你啊！王恩，启禀有误，这刁民岂敢冒消息之名戏弄有误？来，将他红了撤去。且慢！大胆狂徒，竟敢到王府冒名诈骗！小民本是杀你，怎敢冒名诈骗？杀你乃是只要英雄，本晚早为骏马，你无事生非，不怕死吗？哼！是那王恩冒了杀你之名，袭来王府诈骗，只怕千岁不知。哦，他是王恩，不是杀你。我是杀你，他是王恩，你二人是相识的，相识的。有误。既然你是称杀你，天将生死将来，千岁永定。杀你祖居马鞍山，当立为谁出人归？给将来。杀你祖居马鞍山，当你为神不生魂。你们是怎样相识的？千岁，杀你当立在山中，那王恩深山与父喊救命，苦口余生将他救，你的金兰兄弟情。你有误。杀你当你在山中，那王恩深山与父喊救命，苦口余生将他救，你的金兰兄弟才安。二人将只要进宫将来，千岁有礼。追忙出来把名声，连忙出门扫民生，杀你早有只要心，杀你早有只要心。那在黑毛谁穷死，一旦刚去鲜血淋，汗血几场山林，还不懂那是要紧。听他们句句言语都一样，也不知谁是家人，谁是真。心灵生死不锚定，恰为吾，只要自知全自听。有误。小婿请送君子回来，当面人上首席，岂能是假的？千岁，
那王恩将小民丢起洞来，休闲不是他打下来的。君子所说的宝子，难道也是假的不成？且说宝子也是王恩骗了去的。岳父，小婿面生手写，宝子是人，难道比不上一个口舌无凭吗？是。启禀千岁，君子他要亲自拜问。好，快请，快请。夫人，君子在哪？儿郎，快快分明真假。君子问话来了。问就问吧。李桑，你是怎样救君子出洞的？啥呀救了君子命，公主海岸路难移。我手牵东宫接引路，莫说一步到东北。李桑，啥要救了君子命，公主海岸路难迎，手牵东宫接引路，莫说一步到东门。路上讲过些什么话？君子为报君民恩，报子小人须分明。君子为报救命，报子相人须婚姻。你是怎样表示的呢？我嘛，凤凰原是无牙君，12平地上青云，梅花欢喜忙凌云，必有口先君子恩。我自觉身为不相称，再三抬头不应人。你是怎样拍拖的？我知道啥年救人非王法，我啥年当立为神教导别，君子身边情来回，不是带风走命。君子又怎样回答你？你知道谁是王府归千金，引领受苦与爱别。我是谁公君子你别心，写下了报纸用了魂。收下了报纸以后，你还讲过些什么？我知道报纸衰光远有余，你知道年轻巧女几字音，海水去三万字，人民的苦练真经。弟弟，他我方广度，竟敢冒名诈骗，还不众人招来！小民这个万事，小民这个万事。来呀！将他一关不去。是。
母亲言如此。你母亲？哦，快将老人请出。可见千岁，快请起，谢千岁。母亲，小畜生，你还生生为娘？母亲，你竟闻到王府是昭君吗？将为娘丢弃不顾。母亲，儿哪有此事？事实俱在，你还滚强辩！老人家，你不要生气，女儿是王恩冒杀英雄之名，前来造谣上骗的。母亲，你看，王恩，王恩，这就是你忘恩负义的下场。